咱解释，咱神学联第2条616首。我点伫主会疼痛。其实这2条歌，一个是瑞典，一个是挪威吼，挪威、瑞典，拢是100外年的诗歌啦。咱先听一摆，这个大家较无熟。开始来，我点的主的跳踏，心拢无惊现前，这款辛苦之温啊，永远无变，世俗是为朋友。心操烦袂定，主的身边保护我，何必烦恼惊？第2节，主错无论倒位去，我无回头失望，我无遮伫我心。我拢有望，自经一回叫光面，目睭永远袂雾，已经目所行路径，我会我主。第3节，天水走无伫头前，虽然日对看见，本来好运大天地，不负的晴天，我心迷茫无限量，倘叫我命落地。我无袂伫主手着，伊会甲我同行。咱时间练到这。
上主啊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，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旨意，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咱三个来唱圣诗27首，歌主上帝，请起立。主耶稣教示阮，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无借着伊，无个人会当到爸厝。伊阁教示阮，着安尼祈祷：愿你天的马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死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不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应文圣诗后尾面28篇，诗篇118篇。咱三个用启应方式来交托。启应文28，诗篇118篇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
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去除师傅，去招，去杀的招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着野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万愿灵慈悲又个公义阿爸伯，今日是说，搁一摆为雷三角奉你的名来组织，嘛来要学到称颂你已经过我，嘛要欢喜你将救恩白白赏赐互阮。我们用诚实的敬拜，甲好品行的行做，来成做你学生的干净。你甲我以后教示阮，爱将福音传到地极，互万邦万民做你学生。那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毋过，伫即个充满诈欺甲阴谋世界，国甲国无讲道义，人甲人无信任，求上帝使阮清气无遐处的意念归往上帝。要掌权者明白，永远的主权是伫主的手里。求行做有公义，心中尊人民，才会当甲主相同行。但教会内年长的属灵长辈非常非常宝贝，求上帝毋但看顾因的信仰的进程，阁需要体贴因肉体的软者。伫这季节变化、烧冷交替的天气当中，保守因的心灵的健康。阁有对着身躯的病痛、心内受苦毒的兄弟，也求上帝伸手来医治，逼退撒旦的威胁，互阳光归伫上帝，平安归伫正人。但求无所不能、慈悲听当特别上帝。固守今仔日的聚会，互讲的、甲听的拢得到利益，也求你压头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听圣经，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圣经新约117面，我来读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实实甲恁讲，入羊条无对迄个门内对别所在搬过是贼是强盗。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，过门的甲伊开，羊听伊的声，就随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。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，就做头行，羊也缀伊，因为认得伊的声。决断无对生分人，就是闪避伊，因为袂认得生分人的声，
耶稣用这个譬喻甲因讲，因唔知伊所甲伊讲的是啥物，所以耶稣佮甲因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我就是羊条的门。囡仔大声我来的是贼，是强盗，若是羊无听因，我就是门，然后对我入的，要得到救，佮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。出来无毋免是爱偷、爱刣、爱卖无，我来是要互因有活，佮有丰盛。愿上帝话，互人大有快乐。赞美要请到师大长经的青年罗伟，请姚牧师敬道，伊的题目是：你认得伊吗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牧师姚宣晶。今仔日真欢喜，阁会当过来到咱的教会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嘛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，我伫遮代表学生中心向大家表达我的感谢。感谢咱的教会一直支持学生中心做大专校园的事工。若毋是有恁长期的支持甲带导奉献，学生中心无法度家己做校园的事工遮尔啊侪年。伫旧年是台北大专70周年，伫感恩礼拜中间，
咱伫即个过程中不断地算上帝恩典有偌济。阮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引带甲保守，好调真侪同工做伙来陪伴关心学生囡仔，佮培养真侪有能力的中青人，伫咱的教会、社会热心来拍拼，做上帝的见证。今年是第71年，是一个新的阶段，嘛邀请各位牧长、兄弟姊妹继续来关心台北大专学生中心。等者我嘛会伫我的讲台中间，甲大家分享学生中心即摆意向啊，佮有需要。愿上帝通过伊的话语来勉励咱，互咱甲学生同款，生命有成长，得到丰盛的活命。领受祝福，转去咱家己的日常生活，成做咱的帮赞，做上帝美好的见证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主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，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。感谢你保守阮的身体健康平安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中，互你的话语来养持。阮知影家己无完全，真软弱。愿你帮助阮，开阮的心、目睭、耳孔，互你的圣神来引带，领受你满满的恩典，生命换新。主，阮向你献上感谢甲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若是讲到认捌一个人，毋知影大家拢怎样来认捌一个人咧？恁会用啥物款的方法，做啥物款的代志来认捌一个人咧？我家己认捌一个人的方法，就是先问伊的名，甲伊的名记起来，佮甲伊开讲分享。有时嘛会静静啊伫边仔观察即个人的行为举止。伫即几年，有一寡人格测验佮一摆红起来。这嘛是即摆的少年人认捌一个人、认捌家己上直接的方法。少年人通过这个人格分析来判断一个人是内向还是外向，就是咱所讲的16型人格 ，I 人跟 E 人这样。嘛有人用9型人格来判断一个人是啥物款的性格，这拢是即摆少年人因中间流行的文化。所以网络的顶悬嘛有真侪人格分析有关系，遮的梗图有足趣味的图，来互人会心一笑。认捌一个人，除了是咱去认捌一个无识的人以外，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大家会怎样来介绍家己，互别人熟悉咧？你会怎样来表现家己，互别人看到咧？讲到介绍家己，耶稣用真简单的方法，互大家熟悉伊。伊就是直接甲别人讲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，伊是啥物款。伫约翰福音中间有7个所在，耶稣讲伊是啥物款的人，伊是啥物款的物件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耶稣讲伊是羊仔的牧者，伊是羊条的门。饲羊仔这款的生活是约翰福音才会听见因真实的传统的文化。所以耶稣甲众人讲羊条安尼的比喻。咱知影羊仔是一个真弱小、真需要保护的动物。羊仔的目睭雾雾看无明，伊无法度看清楚头前的物件是啥物，所以羊仔拢是用耳孔来听。特别因敢若听牧者的声音，若是听到生份人的声音，因就会走去，袂对咧即个生份人行。羊仔的牧者嘛，对羊仔是真用心来照顾。伊知影每一只羊仔的名，伊带羊仔去草埔食草，带羊仔出入平安。虽然这是一个众人拢真实的比喻，但是经文甲咱讲，众人却毋知影耶稣在甲因讲的是啥物。为虾米众人毋知影耶稣讲的是啥物咧？特别是即群人中间，有一群有才目的法利赛人，为虾米因嘛毋知影耶稣在讲啥物咧？我家己是一个自细汉伫教会成长的囡仔，甲法利赛人有小可共，对家己的信仰
即款的生活是真熟、真了解，所以我对教会生活的模样拢足清楚的。我可以真爱唱歌，为国中参加圣歌队，慢慢加入教会内面其他的服侍。我正做青年团契的同工，我做主日学的老师，礼拜司琴。伫大学毕业了后，正做青年团契的辅导。咱讲服侍，除了有愿意的心以外，嘛要为灵修来建立信仰的基础甲态度。一个伫教会有真侪服侍兄弟姊妹，我想看起来即款的人应该爱有真好的信仰的生活。但是这敢真正是教会中实际的现况吗？一个有真侪服侍兄弟姊妹，敢真正有真好的信仰生活，清楚知影家己出来服侍是咧服侍上帝？也是出来服侍，干那是要甲代志完成，甲代志做好好尔呢？应该讲，我要问迄当初的我家己，我伫教会做真侪的服侍，我敢真正是因为认捌上帝？我知影出来服侍是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所以我才愿意来献身伫教会服侍吗？也是我是因为心内欲望，譬如讲，我想要展现我家己，我想要互人认同，想要得到成就感，安尼无共的原因，所以我才愿意献身出来教会服侍吗？耶稣讲了比喻了，为虾米众人毋知影耶稣讲的是虾米咧？一定有在目的法利赛人。为虾米因毋知影耶稣讲的是啥物？耶稣甲比喻讲了，佮对因讲：我是羊仔的牧者，我是羊仔的门。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，会安全，通出入，佮会找到草埔。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得甲真丰盛。意思是讲，若是羊仔会当认捌牧者的声，就会通平平安安啉食饱足，佮会当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总是咱人较介意听家己爱听的话，介意听家己想要听的话，所以众人即群人，因无法度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。若是要听有耶稣的比喻，毋是用头脑去理解耶稣所讲的话，是爱为心内认同接受耶稣所讲的话。想要听有耶稣的比喻，阁有一点真重要，就是咱爱先放落家己的主观，放落家己的欲望，再来听耶稣的比喻，才有可能会当听有耶稣的比喻是在讲啥物。伫这人中间，即定有知识、有才目的法利赛人，因绝对对律法有真侪研究甲了解。照理来讲，因应该比其他的人搁较了解耶稣所讲的比喻。毋过因的才目，因对信仰的了解，诚做因对信仰的一个阻碍。因为因的才目甲了解，互因心内已经有一个对弥赛亚的想象。因认为迄位要来拯救因的人，是一个要带因离开罗马政权的一个领导，所以因无认同耶稣，就是迄位要来的。因为法利赛人伊无法度接受耶稣，所以伊嘛无法度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意思。即群人，阁有法利赛人，因对弥赛亚已经有家己的想象啊，所以因就拒绝耶稣，诚做因的弥赛亚，诚做因的拯救者。即群人，因毋知影家己所需要的是啥物，因真正需要的是啥物，所以因选择甲才目、欲望、主观安尼的物件掠好调调，
因拒绝耶稣要带互因的救赎。众人甲法利赛人选择拒绝耶稣的救赎。那安尼，当我伫教会有真侪服侍的时阵，我感真正是因为认捌上帝，明白服侍是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我才愿意献身伫教会服侍吗？我搁一摆重新来想我家己过去即个服侍的经历，我发现家己嘛亲像即阵人共款，我选择我家己较想要伫的教会生活，我选择家己想要做的服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事实就是我无真正足认捌上帝，我无明白耶稣，我并无明白上帝呼召我出来服侍的意义。我想我出来服侍的原因，甲认捌上帝是完全无关系。我嘛无认同接受耶稣伊对我的呼召。我出来服侍的原因，敢若想要得到人的认同，我想要得到成就感，来建立家己伫即个世间的价值。我无法度放落家己的主观，放落家己的欲望，证明我真正无认捌上帝，我无明白上帝呼召我出来服侍意义，甚至是拒绝耶稣基督，成做我的救赎。咱人总是较介意听家己爱听的话，介意听家己想要听的话。认捌上帝，明白上帝是需要心内真正认同接受，甚至阁需要放落家己的欲望、主观来面对咱的信仰。就算讲咱已经接受认同，嘛要看咱对上帝的声、对上帝的所做有熟啊无？一这条信仰的道路，咱有明白啊无？在咱是毋是有认捌上帝？是毋是会当认出上帝的声？所以耶稣才会用木者甲羊仔的比喻来讲，互咱思考，家己是毋是亲像羊仔共款，耳孔进来会当听出家己木者的声。想要认出上帝的声，认捌上帝的方法，我想大家拢真清楚，就是读圣经、祈祷两项代志。通过读圣经、祈祷，建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若是愈亲密，就会愈知影怎样认出上帝，听出上帝的声。除了爱建立家己甲上帝个人的关系以外，阁有一点嘛真重要，咱需要伫羊群内面，甲其他羊仔做伙学习，用无共的方法来认出上帝的声。伫羊群内面，当咱自我骄傲的时阵，其他的羊仔嘛会提起咱爱注意、爱调整，安尼才会当对上帝的声愈来愈敏锐。我想当一个学生考到大学，进入这个都市的花花世界，伫大学拄到真侪无共的人，新的生活的环境会拍开伊的眼界。学生会选择家己想要爱伫的生活，嘛有可能选择暂时想要脱离甲信仰有关系的生活。所以这嘛是学生中心甲中青团契存在真重要的所在。伫安尼的信仰群体，互学生会当伫大学的生活做伙来学习，建立甲上帝的关系，认出上帝的声。这是我嘛要来甲大家分享学生中心的现况甲意向，搁一摆代表学生中心向大家表达感谢。佮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大道。为1954年开始，长老教会为着要关心外地读册的教会青年，所以伫全台湾组织这学生成立中青团契，佮设立无共个地区的大专学生中心。
因为咱政教会长期的支持，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伫旧年2024年进入第70年，继续伫大专校园中来宣扬福音，陪伴真侪学生来行这段人捌基督、军队基督的信仰的旅程。学生中心的事工，毋单只是养饲坚固学生的信仰，佮望因会当成做校园的福音的种子，分享耶稣基督的听甲真理，互较侪人经历成做上帝儿女的平安甲喜乐。七星中会甲台北中会的校园部，还佮有政教会，共同关心支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事工、同工团队，还佮有学生团契。学生中心嘛，每一年拢会甲总会大专做伙来同工举办全国的活动。咱的同工团队包括4位的团教者，2位的专职辅导，全职辅导就是毕业的青年、毕业的亲友，因欢喜来转来学生中心来成做学弟妹的陪伴。咱的同工团队，阁有1位行政的同工，嘛有1位网络的小编。学生中心伫北区总共设立17个中青团契，佮甲本庄的2间大专学校、马街专校，佮有真理大学的校牧室合作，服侍超过300个学生、300个毕业生。毋过目前学生中心敢若有6位的第一线的全职同工，实在真恶得推动进入校园的宣教的工作，还佫有满足即马学生的需要。所以学生中心嘛，迫切咧找教会中伫大专校园工作教册教职员，以及有专业领域的兄弟，邀请恁诚做学生中心的同工做伙来投入服侍青年的即个服侍。我想伫上歹的时代，嘛是上好的时代。伫台湾即个大专校园的宣教的现场，咱即马在面对新的挑战，但是嘛看见真侪望还佫有机会。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目前所看到的现况还佫有困难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祈祷。伫即马少子化还佫有网络社群真流行的时代，真侪大学生较爱一个人，这样子表现出社交冷漠，但是实际上伊的心内充满孤单，嘛真渴望甲人会当建立关系。我想少年人因望会当有非常好的朋友，嘛会当搁伫群体当中、群体中来找到生命意义。大专伫安尼的处境的中间，诚做大学生生命中的港口，互因伫自由的大学生活中，若是失败、面对困难的时阵，学生中心会当提供一个用信仰做基础、一个安全通瓦靠的群体，来陪伴因、支持因，度过每一段真无简单的日子，互因会当，互学生会当继续仰望上帝，勇敢来向前。伫即马社群媒体的演算法，还佫有在地就学的安尼趋势，这影响台湾人的少年人愈来愈活伫同温层内面，欠缺甲无共价值观的人对话的机会。大专中心设立的中青团契，正是一个互少年人会当交流信仰的所在。伫即个所在会当学习听别人讲话，尊重别人，佮彼此鼓励。伫信仰中来建立真实的关系，通过团契生活，思考上帝伫家己生命中的位，佮将所信的实践伫生活中间。安尼的信仰经历，毋但诚做少年人属灵生命的根基，嘛互因会当愿意转去到家庭、转去到教会服侍。伫即个过程中，活出疼上帝、疼人即款坚强的生命。毋过，做学生的事工，这毋是短短的时间就会当看见结果的。咱需要真耐心来等待，
3年、5年、10年，甚至是搁较长的时间，才有可能会当看到结果。伫2022年，副台中青团契举办4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伫礼拜中间，台专宣教师的前辈张德林牧师，伊就讲，做大专生的宣教工作是稳赚不赔的。台专的宣教事工是稳赚袂了的。我想要把学生需要用到的资源，甲学生会当回馈的，我们要用的资源跟学生能够回馈的，看起来是无法度共款济，但是学生伫这个过程中，互台专牧养，伊的成长会伫未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学生嘛，甲因所领受的疼分享出去，将来成做教会、社会，甚至是全世界各所在的帮赞。所以我想，投资伫台专的宣教事工是一项真有价值，值得咱继续投入的事项。我想，我们年轻人本身，我们投资自己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我们要对自己很有信心。为着要回应即马少年人性命需要，学生中心嘛，伫每一年推动真侪的事工，这个事工在学训里面也可以看到。特别伫后礼拜5月3号的礼拜六，伫北投教会也有辅导训练的课程。若是兄弟有兴趣嘛，会当参加。佮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为学生中心来祈祷。第一点，为学生团契、为所办的课程、校内福音队来祈祷。师大长青伫校内的时阵，就要去台东的初乐教会办福音队。望每一项服侍拢会当回应青少年因性命的需要，嘛望有教会同工甲毕业的客友会当加入来做伙同工。第二点，为学生中心每一位同工的服侍、心灵甲家庭来祈祷，求主来保守赏赐开力。上后一点就是邀请兄弟关心台专宣教所欠缺的人事甲事工的费用。若是兄弟有感动，愿意加做学生中心长期的支持，嘛邀请恁用信用卡定期定额奉献，加入小云之友。长期会当来支持台专青年的宣教的宣教。那小云之友伫学训内面也有一些资讯，扫 QR code 有些资讯可以更多的来了解。我想面对这个台专校园的合场，学生中心知影家己所做的有限，佮有真侪会当拍拼的空间。望未来会当甲教会来合作，建立宣教的网络。伫服侍中会当成全彼此，共同得到这个世代的青年。我嘛知影，固定教会长期一直在关心师大的学生，然后也非常的照顾他们，真正是感谢教会真用心来陪伴这群学生。我想伫这个过程中，伫这款的环境内面，真侪教会嘛烦恼，教会中的少年人的人数愈来愈少，嘛有真侪少年人对教会真失望。但是我想要用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伊所写的文字来彼此来鼓励。这潘霍华牧师讲，教会的未来毋是在伫青年人本身，是独独伫耶稣基督。青年人爱做的，毋是重新起造教会，是听叹上帝的话语。教会爱做的，毋是掠青年人入来教会，是教示甲宣扬上帝的话语。愿安尼勉励，当互咱继续忠心宣扬上帝的话语，实践上帝的旨意，佮将咱的教会的未来，将咱的少年人的未来交托互主耶稣基督。佮一摆来感谢咱的教会，固定教会陪伴台北台专行这70年。愿上帝恩典甲咱三甲之地，经过咱为着上帝国所付出的一切。佮一摆来感谢大家关心学生的事工。
我想，无论是伫咱的经文中所讲到的正人甲法利赛人，咱的学生囡仔，也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总是较介意听家己爱听的话，较介意听家己想要听的话。但是我认为，想要认捌上帝、明白上帝，需要先伫心内接受甲认同，甚至阁需要放落家己的欲望，还阁有主观。阁有一点，就是咱爱熟悉上帝的声，甲上帝的所做。这嘛是耶稣伊用牧者甲羊仔的比喻来讲的目的。通过读圣经，通过祈祷来认捌上帝，建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愈亲密，就会愈知影怎样来认出上帝的声。阁有一点，咱毋通袂记得。就是咱需要伫咱的信仰的群体中，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做伙学习，用无同的方法来认出上帝的声。当咱自我骄傲的时阵，其他的兄弟姊妹就会看到，嘛会提醒咱爱注意、爱调整。愿圣神来引带咱每一个人，一步一步认捌咱的主耶稣。嘛帮助咱会当愈来愈有能力、有气力，会当认得咱的上帝的声，得到丰盛的画面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主感谢你遐尔疼阮每一个人，通过耶稣的比喻，提醒阮爱亲像羊仔共款，会当认捌你的声。通过读你的话语，通过祈祷来认捌你本身。佮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愿你的圣神提醒阮，毋那只是家己，只是个人来甲你建立关系，嘛要踮伫咱的信仰的群体中，来继续学习成长，成做别人的帮衬。愿你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咱三个用新的改变来回应上帝的话，请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届是哪个？也是头一个。爷爷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了解是全律法甲身体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阮捌听恁，恁也要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。来三个人圣诗616首，我踮伫主的听头，请起立。616首，我踮伫主的听头。我踮伫主的听听，心中无边面前，一番辛苦一温暖，一家永远无变。世俗心里风扬大，我心操烦袂定。主的心必保护我，何必烦恼惊讶？主全无论倒位去，我无回头失望。我无家伫我身边，我拢无惊慌。主经的伟叫更灭，马就永远为伍。因万所行路径，我被军队我主。七水草木的头前，虽然也会半天。阮若
请坐，稍来奉献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主，今仔日阁互阮会当做一届组织，做伙来敬拜。求主听我的祈祷。当我拄着生命伫做长大的时阵，我知影我嘛会去拄着生命的消息。当我有真侪悲伤痛苦的时，我嘛会真紧临到快乐的代志。当我伫咧惊遐软弱的时阵，我会有勇气、甲乐观，搁前一摆。当我听到不公不义的代志的时，我嘛有清楚的头脑，会用明辨是非甲黑白。当我孤单寂寞的时，我知影我有上帝伫咧遐等我。今日阮要搁一届献上一点点仔金钱，感谢主会当使用伫教会所有的时光，会当做搁较济有帮助、有意义的代志。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有新来朋友无？拢无好。安尼，咱来行平安礼。咱先唱一摆。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，因为你来命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。来，互相请安。
唱一摆，大家请坐。主的听真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，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营养，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。来，请坐。请坐会后，再过来沟通。咱报告的大声要请惠荣执事，伊有几句话要大家讲者。惠荣执事。大家平安。感谢大家对新昌的爱，谢谢大家。我到现在还是不愿意，所以不要劝我说，这是最好的安排，不是，这个真的对我来说不是。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心疼我，很怕我。太难过，可是请让我难过一次，我这一生大概就难过这一次。昨天真的，我们的圣诗班唱的那个歌真的好感动，是平常在家就很喜欢听的歌哈。那在花园里那个，本来我看到歌词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啊，糟糕，好像不是这一首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唱英文版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想到台语是怎么个翻译法。但是只要那个 melody 出来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好听，是新昌很喜欢的一首歌。那无论如何，这几天都一直有人发了 line 问我说，今天早上的服事要不要取消？怕我太累了。我想说，你取消了以后，我也就以后就不来了哈。我已经有好几次都打扮得很漂亮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把门打开的时候，就再把它关回去，然后就回去躺在沙发上不想动。所以如果我不把新昌这件事情好好办完，快要开始好好的过日子的话，可能大家都会更加的担心。那我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早上也很多人跟我说很抱歉他们没有来，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哈，因为还有更多，大概有2300多万人都没有来哈。所以你们真的不要太担心。那我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给新昌的爱，给我的爱。那希望你们继续爱我这个有一点讨人厌的漂亮宝贝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报告大声，咱先来读一下金句，伫周报上落尾，因为短短啊吼，咱各读2次。台语开始，出来，毋是爱偷、爱财、爱爸母，我来是要互因有我，阁有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，出来，毋是爱偷、爱财、爱爸母，我来是要互因有我，阁有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咱先开周报第4页。第一点，今仔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，欢迎大专中心姚牧师来本会请安报告甲公道，请兄弟为着大专曙光来代祷甲奉献。第二点，后礼拜是青年曙光的纪念主日，要邀请着李武平牧师来讲道，请兄弟为着青年曙光来关心。
第三，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奉献的架当中，请兄弟去摕，若毋对的，还是爱更正，还是无摕无对的，爱去办公室来领找绿件吼。第四点，上落尾吼，咱最后一礼拜的时间，上主教咱唱新歌订册。开放订册到即礼拜5月初4为止。咱教会嘛有2本，一本是咱教会买的，一本是所长老送的。所以若真有需要的人，啊无需要遐济的人，嘛会使来教会借。以上报告，补充报告一点，今早起7点外，一位阿嬷白雪归天，伊请为着遗族来代祷。咱为下边讲道时间交牧师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请咱同心为着做项的代志，来到伫上帝面前求伊的怜悯甲帮赞。求上帝亲身来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，不管是新厂商，还是透早过身的前缘阿嬷，拢恳求上帝来帮赞，或者毋甘的心情，伫主的怜悯内面来得到扶持。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徛起伫社区、伫辖区附近有侪学校的所在，来恳求上帝的带领甲引带，互咱真正听社区、听上帝放伫咱四周围的人的性命，帮助咱有智慧超吹。福音甲真理的方法来听因，来扶持因，也为着教会成长、灵命成长，咱兄弟姊妹信仰的成长，仰望主的真理甲信心的帮赞，来祈祷。也为着上帝所赏赐咱的国家。这个土地，母亲台湾来祈祷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恳求上帝，你帮赞你的百姓，你的教会。你的大权力，甲你的人民稳定，是落伫阮的心上，也恳求你纪念阮的祈祷。当阮软弱的时，求你互阮开力，互阮有坚定的意志来倚靠你，因为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极宝贵、有极大的稳定甲宝贵。的稳定伫内面，阮通倚靠你，阮都无惊吓。无论阮伫一生中间会经历过什么款的好的代志，还是歹的代志，阮拢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活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因为知上帝你的主权伫倒落都有自由，都有透放，就有医治，就有怜悯，都有疼痛。阮安尼同心祈祷恳求，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起立。请起立。咱做伙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之地，为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认
找肯的诗，圣心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